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17，诗篇37篇22节安尼讲：上主祝福的人，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；受伊咒诅的人，会灭亡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承受应允土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葡萄树，阮是结连伫你的枝，因为你互阮的性命得到供应，因为你互阮的活命变成丰盛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阮受你栽种伫你的园里，受你的栽种，灌压甲受理，为着要来结出丰盛的果子。主啊，天地拢会废无，只有你的话是真实袂改变。今仔听你的话，佮遵行你的教示的，你就要赐福因，也要互因有份来承受你所应允的土地。主啊，愿阮拢承受你的祝福，互阮无受你的咒诅来灭亡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